411，策马执鞭，首当晨露，撮风后之旗，皆孙吴之要。追慕鼓商，其余左右，效命先驱，必命轮鼓。虽无大义，既有小补。然天高听远，情不上通，徒独望青云而抚心，仰高天而叹息耳。屈庭曰：国有计而不知成，燕惶惶而更所。习管蔡放诸，周赵作弊，孰于现行？孰向匡国？三监之幸，臣自当之。二南之父，求必不远，华宗贵族，凡王之中，必有应司局者。故传曰无周公之亲，不得行周公之事，唯陛下少留意。焉近者汉室广见凡王，封则连城数十，约则享10祖祭而已。未若冀州之数国，吾等之品质也。若扶苏之见始皇，淳于越之，南州卿臣，可谓之时变矣。夫能使天下亲而注目者，当权者是。矣。故谋能以主，威能折下，好右执政，不在亲戚。权之所在，虽疏必重；势之所去，虽轻必轻。盖取其者田族，非吕宗也；分晋者赵魏，非姬姓也。唯陛下察之，苟即专其位，凶离其患者，必幸之臣也。欲国之安，其家之贵，存共其荣，没同其或者公族之臣也。今反公族疏而异姓亲，臣妾或焉。臣闻孟子曰：君子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善天下。今臣与陛下见兵履炭，登山伏剑，寒温燥湿，高下共之，岂得离？陛下哉，不生愤懑，拜表陈情。若有不和，其且葬之书府，不便灭弃。臣死之后，是或可思。若有毫厘少挂圣意者，岂出之？朝堂使夫博古之事，纠臣表之不合意者，如是，则臣愿足矣。帝者幽闻达报。其年冬，赵诸王朝6年正月，其2月，以臣4县封职为臣。王邑3500户，执每欲求别见独谈，论及时政，信记适用，终不能得。既还，怅然绝望，使法治。待凡国际自郡破，辽蜀皆甲戍下财，兵人给其残老，大数不过200人。又指以前过，事复减半。11年中而3喜都，常急急无欢，遂发急轰。10 TG 412年41，宜令薄葬，以小子至，保家之主也。欲立之，初直登于山，临东阿，喟然有忠焉之心，遂迎魏穆。子至嗣，喜，封继北王。景初中诏曰：臣思王袭虽有过失，既克己慎行，以补前缺，且自少至中，偏极不离于手，诚难能也。其收皇初，中诸奏职罪状，公卿以下议尚书、秘书、中书3府、大鸿胪者，皆消除之。传录职前后所着附宋诗名杂论凡100余篇，附藏内外，至累增益，并前灭990户。萧怀王雄，早薨。黄初2年追封世萧怀公，太和3年，又追封爵魏王。青龙2年，子哀王丙巳，11二干500户。6年，薨，无子，国除。庭曰：任城武艺壮猛，有将领之气，臣斯文才富晏，足以自通后业，然不克让远房。终至嬉戏，传曰：楚则失之矣，而其意未未的也。其此之谓于 TG 413。三国志卷20魏书20。武文氏王公传。
武皇帝25男变皇后生文皇帝，任成威王章陈思王，侄萧怀王雄。刘夫人生封闵王昂，襄商王朔。桓夫人生邓哀，王充、彭城王据、燕王宇。杜夫人生沛穆王陵，中山公王衮。秦夫人生济阳怀王玄，陈留公王俊。嬴夫人生范阳闵王举，王。昭仪生赵王干。孙姬生临邑商公子尚，楚王彪刚商公子秦。李姬生古城商公子成，梅代公子整，临商公子荆。周姬生樊安，公君。刘姬生广宗商公子吉。宋姬生东平陵王辉。赵姬生乐陵王茂。封闵王昂字子修，若冠举孝廉。隋太祖南征，为张绣所害，无子。黄初2年追封，谥曰封道公。3年，以樊安公君子晚凤。昂后，封中都公。其年喜封长子公。5年，追加昂号曰封道王。太和3年改昂谥曰闵王。嘉平6年，以晚袭昂爵位封王。正元，景元中，累增邑，并前2700户。晚薨，谥曰公王。余年4，襄商王朔。早薨。太和3年追封谥。青龙元年，子闵王前。4，其年薨。2年，子怀王衍嗣，邑2500户。4年薨。5，子国除。正元2年，以乐陵王茂子杨都乡公耸记朔后。邓哀王充字仓叔，少聪察其仪，生5、6岁，志意所及，有若成人之志。时孙权曾置巨象，太祖欲知其精重，访之群下，贤莫能出其理。充曰：志象大船之上，而克其水痕所至，称勿以载之，则效可知矣。太祖大锐，即施行焉。时军国多事，用刑严重。太祖马鞍在库，而未属所念，库力具必死，意欲面。PG 414，伏守罪，犹惧不免。充谓曰：待3日中，然后自归。充于是以刀穿单衣，如属孽者，谬谓失意，貌有愁色。太祖问之，充对曰：世俗以为属孽衣者，其主不及，今单衣见孽，是以忧戚。太祖曰：此妄言耳，无所苦也。俄而库力以灭安。闻太祖笑曰：尔衣在侧，上孽，况安县驻守，亦无所问。充仁爱事达，皆此类也。凡应罪戳，而为充为所辩理，赖以记。又者，前后数十，太祖数对群臣称数，有欲传后裔。年13，建安13年疾病，太祖亲为请命，即亡。哀甚。文帝宽裕太祖。太祖曰：此我之不幸，而汝曹之幸也。言，则流涕。魏聘真是王女与合葬，赠其都尉应寿，命宛侯巨子从。奉充后22年，封从魏邓侯。黄初2年，追赠世充曰邓哀。后又追加号魏公。3年，晋从爵，喜封冠军公。4年，喜封己氏公。太和5年，加充号曰邓哀王。景初元年，从坐于中上，方作进务，销户300，贬爵魏都乡侯。3年，复为己氏公。正始7年，转封平阳公。景初正元，景元中，累增邑，景前迁900户。彭城王据，建安10年封范阳侯。22年，喜封宛侯。黄初2年，晋爵魏公。3年，魏章陵王。其年喜封益阳。文帝以南方下师，又以桓太妃彭城人，喜封彭城。
又喜封季阴。5年，诏曰：先王建国，随时而治，汉祖曾秦所治郡，至光武以天下损耗，并省郡县，以今比之，亦不及焉。其改封诸王，皆谓献王，俱改封定陶县。太和6年，改封诸王，皆以郡为国，俱复封彭城。景初元年，俱作司遣人议中上方作禁务，萧县2千户。3年复所萧户役。正元，景元中累增役，并前4600户。燕王与安彭祖。建安16年，封都乡侯。22年，改封鲁阳侯。黄初2年，进爵魏公。3年，魏下裴王。5年，改封 PG 415班复县。太和6年，改封燕王。明帝少与同旨，长安一之，即位，宠赐与诸王叔。青龙3年，征入朝。景初元年，亥夜2年夏，复征议京都。冬12月，明帝疾笃，拜与魏大将军。属以后事，受暑4日，与身故让，必议异变，遂免与官。3年夏亥夜，景初正元，景元中，累增役，并前5500户。常到襄公患，与之子入继大宗，配穆王陵。建安16年，封饶阳侯。22年，喜封乔。黄初2年，进爵魏公。3年，魏乔王。5年，改封乔县。7年，喜封鄄城。太和6年，改封沛。景初，正元，景元中，累增役，并前4700户。临薨。子韦嗣，中山公王衮。建安21年，封平乡侯。少好学，年10余岁能属文，每读书，文学左右常恐，以经历未病，数见止之，然性所乐，不能废也。22年，喜封东乡侯。其年又改封赞侯。黄初2年，进爵魏公，官属皆贺。衮曰：夫生深宫之中，不知稼穑之艰难，多交易之师。诸贤既庆其修，以辅其缺。每兄弟游于衮读谈思经典，文学坊。辅相与言曰：受赵察公举措，有过当奏，即有善，必以文，不可逆其美也。遂共表称陈衮美，言闻之，罢京剧，则让文，学取修身自守，常人之行耳。而诸君乃以上文，是世所以增其负累也。且如有善，何患不闻？而俱共读是，是非异我者，其戒甚如此。3年，魏北海王。其年，黄龙见夜西漳水。衮上书赞颂，诏赐黄金10斤。诏曰：习堂孰归何？东平献颂。司皆骨肉赞美，以彰义清。王言经粉典，但未道真。文雅换饼，朕甚嘉之。王其克甚明德，以中令文。4年，改封赞王。7年，喜封濮阳。太和2年，救国。上曰简，教敕非妾访姬之人，习为家人之事。5年冬，入朝。6年，改封中山。初，衮来朝，犯京都境。青龙元年，有司奏衮褒，诏曰：王肃敬甚，邂逅至此，其以义亲之典义之，有司固执。诏 PG 416。萧县2户750。衮忧惧，借敕公属御景，帝加其意。2年，复所萧县。3年秋，衮的疾病，调遣太医侍疾。殿中虎奔击手诏赐真善相属，又遣太妃配王陵并救省籍。衮急困，是令官属曰：无寡的田宠，
大命将尽，无计好简，而胜朝着。终告之至，为天下法，无弃绝之日。自病即葬，勿奉诏书。袭为大夫渠愿葬濮阳，吾望其墓，常想其遗风。愿托贤灵以必发。使迎无诏谕，必往从之。礼男子不足妇人之手。及于之，又令世子曰：汝幼少，未闻一方，早为人君，但知乐，不知苦，不知苦，必将以骄奢为师也。皆大臣，勿以礼；虽非大臣，老者犹宜答。拜，是兄以敬，婿弟以辞。兄弟有不良之行，当早夕见之。见之不从，流涕欲之，欲之不改，乃白其母。若犹不改，当以奏闻，并辞国土，与其手宠离祸。不若贫贱全身也，此亦未大，罪恶耳。其为过细故，当掩覆之。嗟尔小子，甚羞乃深。奉圣朝以忠贞，视太妃以孝敬。归为之内，奉令于太妃；捆狱之外，受教于沛王。吾代乃兴，一位羽林。其年薨，诏沛王陵流弃，葬。使大鸿胪持节典护丧事。宗正吊祭，赠奉甚厚，凡所着文，章2万余言。才不及陈思王而好与之谋。子服嗣，景出正元。景元中，累增邑，并前3400户。继阳侯怀王玄。建安16年封西乡侯。早薨，无子。20年，以沛王陵子暂袭玄爵邑。早薨，无子。文帝复以暂弟一少。玄后，黄初2年，改封济阳侯。4年，进爵魏公。太和4年，追晋玄爵，谥曰怀公。6年，又晋号曰怀王，追谥赞曰西乡哀侯。一薨，谥曰道公。子恒嗣，景出正元。景元中，累增邑，并前1900户。陈留公王浚字子安。建安21年封梅侯。22年，喜封襄邑。黄初2年，进爵魏公。3年，魏陈留王。5年，改封 PG 417襄邑县。太和6年，又封陈留。甘露4年薨。子傲嗣，景初正元。景元中，累增邑，并前4700户。范阳闵王举，早薨，无子。建安22年，以樊安公君子，名奉举后，封临晋侯。黄初3年，追封世举为范阳闵公。5年，改封闵范阳王。7年，喜封巨阳。太和6年，追晋举号曰范阳闵王，改封闵郎协王。景出正元。景元中，累增邑，并前3400户。闵薨，谥曰元王。子坤嗣，赵王干。建安20年封高平亭侯。22年，喜封赖亭侯。其年改封弘农侯。黄初2年，进爵，喜封晏公。3年，魏河间王。5年，改封乐城县。7年，喜封巨鹿。太和6年，改封赵王。干母有宠于太祖，及文帝未嗣，干母有立。文帝临崩，有遗诏，是以明帝常加恩义。清隆2年，司通宾客，为有司所奏，赐干玺书戒毁之，曰：亦称开国成家，小人勿用。施着大车为臣之戒。自太祖受命创业，深笃治乱之源，见存亡之机，初封诸侯，训以公慎之治言，辅以天下之端事，常称马援之一介，重诸侯宾客交通之境，
乃使与犯妖恶同。夫其以此保骨肉哉？徒欲使子弟无过失之谦，士民无伤害之无耳。高祖建作，知胜万机，身着诸侯不朝之令，正感诗人长帝之作，加采熟之意。议元诏文曰：若有诏的议京都，故命诸王以朝聘之礼，而处中山并犯交通之境。赵宗代节贤，扶其姑。晋东平王父时属关欧受张力，有司举奏，镇才萧县，令有司以曹纂、王乔等应9族10节，集会王家，或非其实，皆为进访。正为王幼少有恭顺之素，加受先帝故命，欲重恩礼，言乎后嗣，况尽在王之身乎？且自非圣人，孰能无过？以赵有司幼王之师。古人有言：戒慎乎其所不睹，恐惧乎其所弗闻，莫见乎隐，莫显乎微。故君子慎其独焉。孰复兹率先圣之典？以纂乃先帝之遗命，战战兢兢，进攻爵位，称正义焉。景初 ，TG 418。正元景元中，累增邑，并前5000户，临邑商公子上。早薨。太和5年，追封谥，吴后。楚王彪与诸虎。建安21年，封寿春侯。黄初2年，晋爵，喜封汝阳公。3年，封益阳王。其年喜封吴王。5年，改封寿春县。7年，喜封白马。太和5年冬，朝京都。6年，改封楚。初，彪来朝。范进元年，为有司所奏，赵萧县3户，1500。2年，大赦，复所萧县。景初3年，增户500，并前3000户。嘉平元年，延州刺史令狐虞与太尉王林谋迎彪都许昌，禹在临船，乃遣父及侍御史救国案验，收治诸乡连籍者。廷尉请征彪治罪，于是依汉燕王诞故事，使监廷尉大鸿胪持节。赐彪喜书窃责之，识字屠焉。彪乃自杀，非及诸子皆免位数人。喜平原，彪之官属以下及监国业者，作之情无辅导之意，皆服。诸国除为淮南郡。正元元年诏曰：放楚王彪，被国复监，生死四替，虽自取之，犹哀今焉。夫韩构藏疾，卿卿之道也。其封彪世子家为常山真定王。景元年，增邑，并前2500户。冈商公子秦早薨。太和5年追封谥，吴后。古城商公子成早薨。太和5年追封谥，吴后。梅代公子整奉从叔父郎。中少后。建安22年，封梅侯。23年薨，无子。黄初2年追晋爵，谥曰代公，以彭城王巨子范凤整后。3年，封平氏侯。4年，喜封成武。太和3年，晋爵魏公。青龙3年薨，谥曰道公。吴后。4年，诏以范地东安乡公产为梅公。凤整后。正元景元中，累增邑，并前1800户。临商公子荆早薨。太和5年追封谥，吴后。防安公君，奉叔父济公公兵后。建安22年，封樊侯。24年薨，子抗嗣。黄初2年，追晋公爵，谥曰安公。3年，喜封抗济公。4年，喜封屯留公。景初元年薨，谥曰定公。子辰嗣。景初 ，TG 419。正元景元中，累增邑，
并前1900户。广宗商公子集，早薨。太和5年追封谥，无后。东平陵王，徽，奉叔父朗陵哀侯御后。建安22年，封历成侯。黄初2年，进爵魏公。3年，魏庐江王。4年，喜封寿章王。5年，改封寿章县。太和6年，改封东平。青龙2年，徽，时官属窝寿章县吏。魏有司所奏，赵萧县1，户500。其年复，所萧县。正始3年薨。子系4，景出正元、景元中，累增邑，并前3400户。乐陵王茂，建安22年封万岁亭侯。23年，改封平虞侯。黄初3年，进爵，喜封成事公。7年，喜封中秋。茂姓，傲狠，少无宠于太祖。及文帝逝，又独不亡。太和元年，喜封辽成公。其年未亡。诏曰：袭相之未虐至甚，而大顺由侯之。有碑，晋汉室淮南、富陵，皆为乱臣逆子，而由或及身而复国，或至于而袭土。有余见之于上古。汉文、明、张行之乎前代，斯皆敦叙亲亲之后裔也。辽成公茂少不贤礼教，长不务善道，先帝以为古之立诸后也。兼命贤者，故姬姓有未必侯者。是以独不王茂。太皇太后数以为言。如闻茂亲来少之毁袭之非，欲修缮将来，君子与其进，不保其亡也。今封茂为辽成王，以为太皇太后下流之念。6年，改封曲阳王。正始3年，东平陵王薨。茂称爱痛，不肯发哀，居处出入，自若。有司奏除国土。赵萧县1，户500。5年，喜封乐陵。赵以茂租俸少，诸子多，复所萧户，又增户700。嘉平、正元、景元中，累增邑，并前5000户。文皇帝9南甄氏皇后生明帝，李贵人生赞哀王协。潘淑元生北海道王蕊。朱淑元生东武阳怀王建。仇昭仪生东海定王林。徐姬生元成哀王李。苏姬生邯郸怀王雍。张姬生清河道王贡。宋姬生广平哀王衍。PG 420，赞哀王协，早薨。太和5年追封谥曰经商公。青龙2年，更追改号谥。3年，子商王巡嗣。景初3年，增户500，并前3000户。正19年薨。五子国除。北海道王蕊。黄初7年，明帝即位，立为阳平县王。太和6年，改封北海。青龙元年薨。2年，以郎协王子赞奉蕊后，封昌襄公。景初2年，立为饶安王。正始7年，喜封文安。正元、景元中，累增邑，并前3500户。东武阳怀王建。黄初6年立。其年薨。青龙3年赐谥。五子国除。东海定王陵。黄初3年立为河东王。6年，改封管。陶县。明帝即位，以先帝遗意，爱宠陵邑干诸国，而陵性粗暴，闺门之内，婢妾之间，多所残害。太和6年，改封东海。嘉平元年薨。子启嗣。景初正元、景元中，累增邑，并前6200户。高贵乡公毛，陵之子也，入继大宗。元成哀王李。黄初2年封秦公，以京兆郡为国。3年，改魏京兆王。
6年改封元成王。太和3年薨。5年，以任成王凯，子替嗣礼后。6年，改封梁王，景出正元、景元中，累增邑，并前4500户。邯郸怀王雍，黄初2年封淮南公，以9将军卫国。3年，晋为淮南王。4年，改封陈。6年，改封邯郸。太和3年薨。5年，以任成王凯子温嗣雍后。6年，改封鲁阳。景出正元、景元中，累增邑，并前4400户。清河道王贡，黄初3年封。4年薨。无子，国除。广平哀王衍，黄初3年封。4年薨。无虞，国除。平曰魏氏王公，既图有国土之名，而无社稷之实。又进，房雍阁，同于邻宇，位号米定，大小岁异，骨肉之丝乖，常地之易废，未法之弊，宜至于此乎 ？TG 421。三国志卷21魏书21。王魏二刘复传。王粲字仲宣，山阳高平人也。曾祖父公，祖父畅，皆魏汉。公父谦，为大将军和进长史。晋以谦明公之胄，欲与魏婚，见其2子，始则焉。谦弗许，以及免，卒于家。献帝西迁，粲徙长安。左中郎将蔡邕见而齐之。时邕才学显著，贵重朝廷，常车其田相，宾客迎坐。闻粲在门，导喜迎之。粲至，年纪又弱，容状短小，一坐进京。邕曰：“此王公孙也，有一才，无不如也。吾家书及文章，竟当与之。”年10。7。司徒辟，赵除黄门侍郎，以西京扰乱，皆不救，乃知荆州。一刘表，表以粲貌请而体弱通退，不甚重也。表卒，粲劝表子从，令归太祖。太祖辟为丞相院，赐爵关内侯。太祖置酒汉兵，粲奉商贺曰：“方今袁绍起河北，仗大众，至兼天下，然好贤而不能用，故其事去之。”刘表雍容荆楚，做官，时变，自以为西伯可归，使之避乱荆州者，皆海内之俊杰也。表不知所任，故国为而无辅。明公定冀州之日，下车即善其甲，卒，收其豪杰而用之，以横行天下。及平江汉，引其贤俊耳，置之列位，使海内回心，望风而怨志，文武并用，英雄必立，此三王之举也。后迁军谋祭酒，为国计谏，败事中，国务多，是问无部队，时就以废弛，新造制度，粲恒典之。初，粲与人共行，独到边碑，人问曰：“卿能安宋乎？”曰：“能。”故使碑而送之，不失一字。官人为奇，局坏，粲未复之。其者不信，以怕盖局，时更以他局谓之。用相比较。TG 422。无物一道，其强记莫是如此。性善算，作算术，略尽其理。善，属文，举笔变成，无所改定。时人常以为速构，然正负经一谈，思亦不能加也。这诗、赋、论、亦垂60篇。建安21年，从征吴，22年春，告病卒。时年41。粲2子，谓魏凤，所引，诛。后爵。使文帝为武关将，及平原侯直接好文学。粲与北海徐干字伟长，广陵陈琳字孔章，陈留阮与字元瑜，鲁南
应唱字的联。东平刘镇与公干并见友善。干为司空军谋祭酒院属。武官将文学。临前为何进主簿。晋欲诛诸宦官。太后不听。晋乃召四方猛将，并使引兵向京城，欲以解恐太后。临见晋曰：义，称吉禄无余，燕有眼目补阙。夫为物上不可期以得志，况国之大事，其可以诈立乎？今将军总皇威，握兵要，龙相虎，故高下在心，以此行事，无异于鼓鸿胪以疗毛发。但当速发，雷霆，行权力断，为今何道？天人顺之，而反噬其利器，更争于他，罢兵何惧？强者为雄。所谓导持干戈，授人以柄，必不成功，只为乱接，竟不纳其言，竟以取获。临避难冀州，元少时典文章，元事败，临归太祖。太祖谓曰：卿袭为本出夷，书但可罪状孤而已，恶止其身，何乃上及父祖邪？临谢罪。太祖爱其才而不救，于少受学于蔡邕。建安中都护曹洪御史长书记，与中不畏。须太祖并以陵与为司空军谋祭酒馆记事。军国书袭，郭陵，于所作也。临喜门下都，与魏仓曹院属。相真各被太祖辟为丞相院属，倡转为平原侯庶子。后魏武官将文学，真以不敬被刑。行禁属吏，贤者文赋数十篇，余以17年卒。干、临、畅、真22年卒。文帝书与元，成令无职曰：昔年极易，亲故多离其灾。徐、陈、应、刘，一时俱逝。观古今文人，类不护细行，先能以名节自立。而伪 PG 423，常读怀文报直，恬谈寡欲，有稽山之志，可谓彬彬君子矣。这中论20余篇，此一典雅，足传于后，得连长斐然有数作。亦其才学足以著书，美志不遂，良可痛戒。孔章章表书见，唯未繁复。公干有义气，但未求耳。源于书记篇篇，至足乐也。仲宣独自善于辞赋，借其体弱，不起其文。至于所善，古人无以远过也。习伯牙绝贤于中期，仲尼赋海于子路，痛知音之难，欲商门人之末代也。诸子但未位及古人，自一时之俊也。自颍川邯郸淳、樊清、陈留陆粹，配元丁仪、丁义、弘农、杨修、河内荀伟等，亦有文采，而不在此欺人之力。倡帝渠、渠子真，咸以文章显。渠官至侍中，真贤熙中参。相国军事，于子吉，才早厌逸，而倜傥放荡，行疾寡欲，以庄周魏摩泽，冠至步兵校尉。时又有乔俊嵇康，文辞壮丽，好言老庄，而上其任辖。至景元中，作侍诸。景初中，下裴桓威出自孤为，年18而着浑于京。一道以见义，从其国门下书左司徒属吏。后为安成令，无职，既因人，以文才为文帝所善。冠至镇威将军，驾节都督河北诸军事，封列侯。魏季字伯如，河东安邑人也，少速成，以才学称。太祖辟，为司空院属，除茂陵令、尚书郎。太祖征袁绍，而留表为绍元。冠中诸将右中立。益州牧刘璋于表有戏，既以致书侍御史史议。周令张下兵以坠表军。
至长安，道路不通，既不得进，遂留。镇关中，14方大有还名。关中诸将多引魏不取。季书与荀彧曰：关中高于之地，轻遭慌乱，人民流入荆州者10万余家。闻本土安宁，皆弃望思归，而归者无以自业。诸将各尽招怀，以为不取。郡县贫弱，不能与争，兵家虽强，一旦变动，必有后忧。夫言，国之大宝也，自乱来放散，宜如救治使者兼卖矣。其职亦是犁牛，若有归民，以供给之，勤耕积粟，以丰植关中。TG 424。远民闻之，必日夜竞孩，又使私立校尉留至关中以为之主，则诸将日消，官民日盛。此强本弱敌之利也。欲以白太祖，太祖从之，使遣业者仆射兼言官，私立校尉至弘农，关中服从，乃白诏祭孩，稍迁尚书，为国祭谏，拜侍中，与王粲并典制度。文帝即王位，喜为尚书，亲之，还汉朝尉侍郎，劝赞禅代之意。魏文告之诏，文帝见作，复为尚书，封阳吉亭侯。明帝即位，晋封闵乡侯，300户。祭奏曰：九章之律，自古所传，断定刑罪，其意为妙，百里常例，皆宜之律。刑法者，国家之所贵重，而私义之所轻贱；欲立者，百姓之所献命，而选用者之所卑下。王政之弊，未必不由此也。请治律博士，转乡教授，事遂施行，使百姓雕愧而义务方殷。记尚书曰：夫变情立性，强所不能。人臣言之计不易，人主受之诱奸，难。且人之所乐者富贵显荣也，所恶者贫贱死亡也。然此四者，君上之所至也。君爱之则富贵显荣，君恶之则贫贱死亡。顺止者爱所由来，逆义者恶所从至也。故人臣皆争顺止而避逆义，非破家卫国，杀身成君者，谁能犯颜色？处忌讳，见一言，开必说哉？陛下留意察之，则臣下之情可见矣。今义者多好悦耳，其言政治则比陛下于尧舜，其言征伐则比二鲁于李蜀。臣以为不然。习汉文之时，诸侯强大，假以累习以为治为。况今四海之内，分而为三，群士陈立，各为其主。其来将者，未肯言舍，挟旧政，咸称迫于困急，是与六国分治，无以为义也。邦今迁，礼无焉，移民困苦，陛下不善留意，将遂凋敝难可复振。礼，天子之气必有金玉之势，饮食之肴必有八珍之味。至于凶荒，则彻善降服，然则奢俭之节，必是世之风约也。武皇帝之时，后宫食不过一肉，衣不用棉袖，因入不原氏，器物无单期，用能平定天下，以辅子孙，此皆陛下之所亲览也。当今之物，宜君臣上下并用筹策，绩效府库，量人未出，深思巨荐资明之。TG 425。数有恐不及，而上方所造金银之物，见更增广，工艺不辍，使弥日崇，倘藏日节，习汉武性求神仙之道，未当得云表之路，以参御谢，故立先长以成高路。陛下通明，每所非效，汉无有求于路，而由上见非。陛下无求于路而空设之，不异于好而迷，费功夫，诚皆圣律所宜才智也。
既立汉魏，实现中衍律。如此，受诏典著作，又为魏官仪，凡所篆述数十篇，好古文，鸟篆隶草，无所不善。建安末，尚书右丞河南潘煦，黄初时，散骑常侍河内王相，亦与季并以文章显。季薨，谥曰晋侯，子冠嗣，冠咸西中尉镇西将军，刘义字公嗣，南阳安众人也。年10岁，系于讲堂上，颍川司马的操抚其头曰孺子。孺子，黄中通礼。名字之部，义兄望之，有名于世。荆州牧刘表辟未从事，而其有2人皆以谗毁魏表所诛。望之又以政见不合，投传告归。亦谓望之曰：赵杀民独，卒泥回伦。今兄既不能伐柳下会和光同臣于内，则宜模范礼谦化于外，坐而自绝于时，殆不可也。望之不从，寻父见害，亦惧，奔扬州，遂归太祖。太祖辟魏丞相院，属转武关将文学。文帝弃之，命一通草书，一答书曰出，以尊卑有余，礼之常分也。是以贪守区区之节，不敢修草，必如言命，成之劳谦之素。不贵书亦若比之高，而敦白屋如斯之好。狗屎锅尾不轻于燕，久久不忽于流。乐意自治，霸业以隆，窥匹夫之节，成维维之美，虽愚不敏，何敢以辞？魏国初建，为黄门侍郎。太祖在长安，欲亲征蜀，亦上书曰：圣人不以治亲俗，王者不以人废言。故能成功于千载者，必以尽察远，治周于独。断者，不耻于下问，亦欲博采必尽于众也。且为贤非能言之物，而圣贤隐以自匡。臣才智暗浅，愿自比于为贤。习乐亦能以弱。TG 426，燕破大齐，而不能以轻兵定即墨者，夫自卫计者虽弱必固，欲自溃者虽强必败也。自殿下起军以来，30余年，敌无不破，强无不服。今以海内之兵，百胜之威，而孙权复显于吴。刘备步兵于蜀，夫夷狄之臣，不当冀州之卒。权备之急，不比袁绍之业。然本出以亡，而2寇未捷，非暗弱于今而致5于袭也。私自卫计者，于欲自溃者亦是耳。故文王伐崇，3驾不下，归而修德，然后服之。秦魏诸侯，所争必服，及兼天下。东向称帝匹夫大户而社稷用徽，势力必于外，而不恤民于内也。臣恐边寇非6国之敌，而是不伐财，普攻之事，此不可不察也。天下有众德，有众师，是可得而我擒之，此众德也；是不可得，而我擒之，此众师也。于今之计，莫若料四方之险，则要害之，处而守之，选天下之甲卒，随方面而遂更焉。殿下可高枕于广夏，前思于治国。广农桑，是从节约，修之循年，则国富民安矣。太祖遂进前而报义曰：非但君当之臣，臣亦当之君。今欲使吾作行西伯之德，恐非其人也。未奉反，义帝委魏奉所引，当相作诛。太祖令曰：孰相？不作地虎，古之至也。特原不问，袭属丞相仓曹属。亦上书，谢曰：臣罪应钦宗，或应富足，遭乾坤之凌，执时来之运，扬汤止沸，使不骄滥，
起焉于寒灰之上，升华于已枯之木。物不达失于天地，子不谢生于父母，何以死孝？南用笔陈。亦著书数十篇，及与丁仪共论行礼，皆传于世。文帝即王位，魏世宗，赐爵关内侯。黄初2年卒，无子。帝以弟子父嗣。刘柱字孔才，广平邯郸人也。建安中，魏季历，亦许。太史上言正旦当日时，少时在尚书令寻寓所，作者数十人，或云当废朝，或云宜阙会。少曰：子慎必造。古之良史，犹战水火错失天时。礼记曰：诸侯屡见天子，即蒙不得得中礼者4，日时在一，然则圣人垂治，不为变异欲废朝。PG 427。礼者，或灾消一服，或推述谬误也。欲善其言，是朝会如旧，日益不时。御史大夫吃律辟少，会律免，拜太子舍人，迁秘书郎。黄初中，为尚书郎、散骑侍郎，受召集五经群书，一类相从，作黄览。明帝即位，初为陈留太守，敦崇教化，百姓称之，征拜其都尉，与议郎与仪、荀申等定科令，作新律18篇，折律略论，迁散骑常侍。时闻公孙渊受孙权燕王之号，议者欲留渊继立，遣兵讨之，助以为袭袁尚兄弟归渊复康。康斩送其首，是渊先世之效忠也。又所闻虚实，未可审之。古者要荒未服，修德而不争，众劳民也。宜加宽待，时有以自新。后渊国斩送权使张弥等首，驻常作赵都护。明帝美之，赵少作许都、洛都护。时外兴军旅，内营公事，少作2副，皆奉谏焉。青龙中，无为合肥。时东方力士皆分修。征东将军蛮虫表，请中军兵，并召修将士，须疾击之。少亦以为贼众心志，心专气锐，重以少人自占其地。若便进击，不必能治，宠求带兵，未有所失也。以为可先遣步兵5000，精骑3000，军前发，扬声，进道，正要行事，其到合肥，疏其行队，拨其筋骨，要兵城下，引出贼后，拟其归路，要其粮道。贼闻大军来，其断其后，必阵步遁走，不战自破贼矣。帝从之，兵比至合肥，贼果退还。时赵书伯求仲贤，散骑侍郎夏侯会见少曰：福建常侍刘少，身中笃思，体周于数，凡所错纵，源流宏远，是以群才大小贤取所同而斟酌焉。故信实之士服其平和良政，亲近之人慕其玄虚退让，文学之士加其推步详密，法理之士明其分数精理，意思之士知其审深笃固，文章之士爱其着论属词，制度之士贵其划略教要，策谋之士赞其明思通为。凡此诸论，皆取士及所长而举其之流者也。陈述听其清谈，览其笃论，见字历年。PG 428。服英米酒，时为朝廷其气量，以为若此人者，以辅役机事，骂谋为卧，当与国道俱隆，非世俗所常有也。唯陛下垂悠游之，听使少成清闲之欢，得自尽于前，则得应上通。会要日新矣。景初中，受诏作都官考课，少上书曰：百官考课，
王政之大教。然而历代服务，是以智取缺而未补，能否昏而相蒙？陛下以上圣之宏略，闵王纲之迟颓，神律内建，明诏外发，臣奉恩旷然，得以启蒙，折作都官考课72条，又作说略1篇。臣学寡识浅，诚不足以宣倡圣旨，则定典制，又以为宣治理作乐，以仪风俗，则乐论14篇。事成未上，惠明帝崩，不施行。正史中，执经讲学，赐爵关内侯。凡所撰述法论、人物志之类100余篇，卒。追赠光禄勋，子林嗣。少同时东海庙习亦有才学，多所述序，冠至尚书光禄勋。习有人山阳仲长统，汉末为尚书郎。早卒，者昌衍，辞家，可官省。散骑常侍陈留苏林、光禄大夫京兆为旦、乐安太守乔。国夏侯会陈郡太守任城孙该、郎中令河东杜志等译者文赋。颇传于世，复古字兰石，北地尼阳人，父介子之后也。伯父训，黄初，中尉侍中、尚书，古若冠之名。司空陈郡辟卫院，时散骑常侍，刘少作考科法，世下3府。古南少论曰：盖闻帝制宏深，圣道奥远，苟非其才，则道不虚行。神而明之，存乎其人。既乎王略窥颓而旷载往坠，唯言既眉，6级闽殿，何则道宏志远，而众才莫惜也。安少考课论，虽欲循前代处置之文，然其制度略已缺亡。礼之存者，唯有周典。外见侯伯，凡凭9服，内立列司，管其6职，徒有恒贡，官有定责，百魁军任，4民书业，故考绩可理而处置一通也。大魏纪百王之末，承秦汉之列，制度之流，弥所修采，自建安以来，至于青龙，神武拨乱，赵 PG 429，积黄作，扫除凶逆，删夷遗寇，经其卷书，目不暇给，及经邦至容，权法并用，百官群司，军国通任，随时之宜，以应政绩，以古诗经，释杂一书，难得而通也。所以然者，质疑经远，不见官军职，清理民务，所以立本也。循民考实，纠立成规，所以治末也。本纲未举而造制未成，国略不崇而考课事先，据不足以料。贤愚之分，今幽冥之理也。习先王之择才，必本行于周驴，甲道于养畜，行具而谓之贤，道修则谓之能。乡老献贤能于王，王拜受之，举其贤者，出使长之，科其能者，入使治之。此先王收才之意也。方今9州之民，原籍京城，未有6乡之举，其选才之职，专任吏部，按品状则实才未必当，任薄罚则得信位，未续，如此则奠罪之客，未尽人才，数纵王度，夫赞国事，体深义广，难得而详也。正史初，除尚书郎，迁黄门侍郎，时曹爽秉政，何晏未立，故尚书。古魏爽帝羲曰：和平孰外敬而内先巧，好立无念，务本，吾恐必先祸子兄弟。人人将远，而朝政废哀。晏等岁，与古不平，因为是以免古官，起家拜迎杨太守，不行，太傅司。马宣王请魏从事中郎，曹爽诛，为河南尹，
迁尚书，古常以为秦始霸侯治守，设官分职，不与古同。汉魏因循，以至于今。然如升学士，贤欲错纵以三代之礼，李弘志远，不因时务，是与至为民时未复，故历代而不至于治者，盖由是也。欲大改定官制，依古正本，今欲地势多难，未能革易，时论者亦欲自法无。三征献策各不同。赵以访古，古对曰：袭夫差临其盛境，威行中国，终获姑苏。其闽间土拓尽，辟地千里，深道颠覆，有使不必善终，古之名效也。孙权自破，关羽并荆州之后，至营欲满，凶诡已极，是以宣文侯身见宏图，大举之策。今权已死，托孤于诸葛恪，若缴权科报，捐其虐政。PG 430，民免酷烈，偷安心会，外内其虑，有同舟之据，虽不能终自保，完犹足以言其挺命于深江之外矣。而义者或欲泛舟竞技，横行江表，或欲四道并进，攻其城垒，或欲大殿疆场，观信而动，诚皆取贼之常计也。然自治兵以来，出入3载，非演习之君也。贼之未寇，己60年矣，君臣未立，吉凶共患，又丧其元帅，上下忧为，设令列传金要，兼程巨险，横行之际，其待难竭，为禁军大殿，最差完劳，引兵出名表，后超不犯，作时机，古不凡运事，诚信讨袭，无远劳费此军之急务也。袭樊哙，以10万之众，横行匈奴，既不面折其短。今欲越长江，设鲁亭，亦向时之欲也。未若民法练士，错计于全盛之地，朕常策以御敌之于境，斯必然之术也。吴大将朱矮客新破东关，成盛阳，声誉向清徐，朝廷将谓之备。古亦以为淮海非贼轻行之路，又袭孙权遣兵人海，漂浪沉溺，略无节疑，克其敢轻根结本，既命洪流以击甘梅乎？克不过遣偏串小将速袭水军者，澄海、夷淮、是洞清徐，克自并兵来向淮南耳。后克果图新城，不克而归。古常论才性同义，终会集而论之。嘉平末，赐爵关内侯，高贵乡公及尊位，晋封武乡亭侯。正元2年春，吴秋俭、文钦作乱，或以司马景王不宜自行，可遣太尉伏往，为古籍王肃劝之，景王遂行，以鼓守尚书仆射。据东，简亲破败，古有谋焉，及景王薨，古与司马文王进海洛阳，文王遂以辅政。语在钟会传，会由是有字金色，古戒之曰子至大其良，而勋业难为也，可不甚哉。古以功晋封阳乡侯，增邑600户，并前1200户。是岁薨，10年47，追赠太常，谥曰元侯。子之嗣，咸熙中开建武等，以古着勋前朝，改封之今元子。评曰：袭文帝、成王以公子之尊，国好文采，同声相应，才士并出，唯粲等6人最见名目，而粲特处长伯之官。新一代 PG 431之治，然其充虚的语，未若徐干之粹也。魏记忆以多是典故，相识王之事。刘绍该览学籍，文直周洽，刘毅以亲见者。复古用才达显云，
PG 432。三国志卷22魏书22。环二臣徐渭卢传。环皆字伯旭，长沙临湘人也。世郡公曹。太守孙坚举皆孝。连除尚书郎，父丧还乡里。会监及刘表战死，坚冒南夷表起。坚丧，表一而与之。后太祖与袁绍相聚于官渡，表举州以应绍，皆说其太守张宪，曰：夫举事而不本于义，未有不败者也。故其还虑诸侯以尊周。晋文竹孰代以纳王？今袁氏反此，而刘穆应之，取祸之道也。民府必欲立功民义，权服远祸，不以与之同也。宪曰：然则何相而可？皆曰：曹公虽弱，仗义而起，就朝廷之为，奉王命而逃有罪，孰敢不服？今若举4郡保三江以待其来，而谓之内应，不亦可乎？宪曰：善。乃举长沙及庞3郡以据表，遣使诣太祖。太祖大悦，会绍与太祖连战，均未得难，而表及攻县。县病死，丞县皆遂自逆。久之，刘表辟未从事祭酒，欲妻以妻妹蔡氏，皆自陈以结婚，拒而不受，因辞即告退。太祖定荆州，闻其为张献谋也，议之，辟为丞相院主簿，迁赵郡太守，魏国初建，为虎贲中郎将侍中。时太子未定，而临淄侯只有宠，皆数成文帝的优齿长，一味除父，公归密谏，前后肯制。右毛介徐以以刚简少党，而为西曹院丁以所不善，以履言其短。赖皆左右以自全保，其将顺匡救，多此类也。迁尚书，典选举，曹仁为关羽所为。太祖遣徐晃救之，不解。太祖欲自南征，疑问群下，群下皆谓王不及行，今败矣。皆读曰：大王以人等未足以料事事不也。曰：能。大王 PG 433。孔二人疑力邪？曰：不。然则何谓自往？曰：无。孔虏众多，而晃等事不便耳。皆曰：今人等处重围之中耳，守死无二者，诚以大王远未之事也。夫居万死之地，必有死争之心，内怀死争，外有强救。大王按6军以示于利，何忧于败，而欲自往？大祖善其言，驻军于磨皮，贼遂退。文帝见作，迁尚书令，封高乡亭侯。家世中，皆疾病。帝自领省，谓曰：吾方托6尺之孤，寄天下之命于卿，免之。喜封安乐乡侯，邑600户。又赐皆3子爵关内侯，又以4子不封，并卒。又追赠关内侯，后皆疾笃，遣使者即拜太常。弘帝谓之流涕，谥曰真侯。子嘉嗣，以皆帝选为散骑侍郎，赐爵关内侯，加上升迁亭公主。会嘉平中，以乐安太守与吴战于东，关军败，梅谥曰壮侯。子义嗣，陈群字长文，颍川许昌人也。祖父时，父继，叔父战，皆有盛名。群为儿时，时常其义之。魏宗人父老曰：此而必兴。吴宗，鲁国孔融高才绝傲，年在季群之间，先与季友，后与群交，更为季败。由是显明。刘备临豫州，替群为别驾。时，陶谦病死，徐州迎备，备欲往。群说备曰：袁术尚强，今东
必与之争。吕布若袭将军之后，将军虽得徐州，势必无成。被遂东，与袁术战，不果袭下邳，遣兵助戍，大破备军。备恨，不用群言，举茂才，除这令，不行。随即避难徐州，属吕布破。太祖辟群为司空西曹院属，时有见乐安王模下邳周魁者。太祖辟之，群封海教，以为模魁会的，终必败。太祖不听，后模魁皆作奸鬼诛。太祖以谢群。群见广陵陈角丹阳带干，太祖皆用之。后无人叛，干终亦死难。角遂为名臣，是以群位之人，除萧赞长平令，复卒去官。后以司徒院举高帝，位治书侍御史，转参丞相军事，为国计谏，迁为御史中丞。使太祖亦复肉刑，令曰安得通理君子达于古今者。是 PG 434，平思是乎？袭陈鸿胪以为死刑有可加于人恩者，正为此也。欲使忠诚能申其父之论乎？群对曰：臣父既以为汉除肉刑而增加吃，本心人侧而死者更重，所谓民轻而食重者也。民轻则必犯，食重则伤民。书曰：为禁五刑，以成三德。义者义越灭，止之法，所以辅政助教，惩恶习杀也。且杀人常死，何于骨？至于伤人，或残毁其体而裁剪毛发，非其理也。若用骨刑，使淫者下残视，盗者越其足，则永无淫放川渝之间矣。夫三干之属，虽未可息复，若私数者，时之所患，宜先施用。汉律所杀殊死之罪，人所不及也。其余待死者，可以刑杀。如此，则所行之于所生足以相貌矣。今以吃死之法亦不杀之刑，是众人之体而轻人屈命也。时中有与群异同，王朗及义者多以为畏，可行。大祖深善由群言，以军事为霸，故众议，故且请群转为侍中，领丞相东西曹院。在朝无事无末，雅仗名义，不以非道嫁人。文帝在东宫，身尽弃焉，待以交友之礼，常叹曰：自无有回。门人日以亲，及王位，封群昌武亭侯，喜为尚书，治九品官人之法。群所见也，即见作，迁尚书仆射，加侍中，喜尚书令，进爵尹乡侯。帝征孙权，至广陵，使群领中领军。帝还驾节都督水军，还许昌，以群为镇军大将军，领中护军，录尚书事。帝请疾，群与曹真、司马宣王等并受仪。赵辅政，明帝即使，晋封尹殷侯，增邑500，并前1300户。与征东大将军曹休、中军大将军曹真、辅军大将军司马宣王并。开府，亲之，为司空，故录尚书事。是时，帝出立政，群上书，曰：师称夷行文王，万邦作福。又曰行于寡妻，至于兄弟，以御于家邦。告自晋始，而化洽于天下。自丧乱以来，干戈未及，百姓不是王。教之中，据其凌迟以甚。陛下当圣谓之龙，合二祖之业。天下 PG 435，想望治治，唯有以崇德不化。会序梨树，则照明幸甚。夫臣下雷同，是非相避，国之大患也。
若不和睦，则有仇党；有仇党则毁誉无端；毁誉无端，则真谓失时。不可不深防备，有以绝其源。刘太和中，曹真表御数道伐蜀，从斜谷入，群以为太祖。袭到阳平攻张鲁，多收豆麦以益军粮。鲁未下而时犹乏，今既无所因，且斜谷阻险，难以进退，转运必见超捷，多留兵守要，则损战事，不可不熟虑也。必从群议，真复表从于武道。群又陈其不便，并言军事用度之计。诏以群议下真，真据之遂行。会临与积日，群又以为遗诏真骸，帝从之。后皇女赎薨，追封氏平原一公主。群上书曰：长短有命，存亡有分，故圣人治理，或义或治，以求决终。防木有不修之，简淫博有不归之魂。夫大人动合天地，垂之无穷。又大德，不逾贤，动谓师表故也。8岁下商，礼所不备，况为其乐，而以成人礼送之。家未制服，举朝素衣，朝夕哭灵。自古以来，未有此比，而乃复自往事灵。亲临足载，愿陛下一歌无益有损。之事，但悉听群臣颂葬。起车驾步行，此万国之至望也。闻车，驾驭信磨皮。时到许昌，2宫上下，皆西俱东，举朝大小，莫不惊怪。或言欲以必衰，或言欲于便处一殿舍，或不知何故，臣以为吉凶有命。或服由人，以喜求安，则亦无益。若必当疑，必善至金庸城西宫及孟津别宫，皆可全时分指。可无举功，铺路也次，废损圣节残农之要。又贼地闻之，以为大衰，枷锁繁废，不可计量。且由即是贤人，当盛衰，处安危，秉道性命，非喜其家以临，相亦从其风化，无恐惧之心。况乃帝王，万国之主，静则天下安，动则天下扰。行止动静，岂可轻托哉？帝不听，青隆中，迎至宫室，百姓失农时，群上书曰：禹成唐，虞之盛，犹背负事而恶衣服。况今丧乱之后，人民民至少，比汉 TG 436。文景之时，不过一大郡，家边境有事，将士劳苦。若有水旱之患，国家之身忧也。且吴蜀未灭，社稷不安，夷及其未动。讲武劝农，有以待之。今舍此疾而先攻势，臣惧百姓遂困，将何以应敌？袭刘备自成都至白水，多作传舍，心废仁义。太祖知其疲民也。今中国劳力，亦无蜀之所愿，此安危之机也。唯陛下虑之，必答曰：王者攻势，必宜并立，灭贼之后，但当罢首耳。岂可复兴一邪？是故君之职，萧何之大略也。群又曰：袭汉祖为与项羽争天下，禹已灭，公室烧焚，是以萧何建武库、太仓，皆是要急，然犹非其壮丽。今二鲁未平，诚不宜与古同也。夫人之所欲，莫不有辞，况乃天王，莫之敢为。前欲坏武库，未不可不坏也；后欲治之，未不可不治也。若必作之，故非臣下辞言所趋。若少留神，卓然回忆，亦非臣下之所及也。汉明帝欲起得阳殿，钟离意见，即用其言。
后乃复作之。殿成，谓群臣曰：钟离尚书在，不得成此殿也。夫王者岂但一臣，盖为百姓也。今臣曾不能少宁圣听，不及义，远矣。帝于是有所减省。初，太祖时，刘毅作帝与魏凤谋反，刚诛，群言之太祖。太祖曰：义，名臣也，无意欲赦之，乃重定。一身的群。群曰：夫一行为国，非为私也，且自民主之义，吾何之焉？其宏博不伐，皆此类也。青龙4年薨，谥曰晋侯，子太嗣。帝追思群功德，分群互议，封一子列侯。青龙中，除散骑侍郎、正史中，喜游击将军，卫并州刺史，加镇威将军，使持节，护匈奴中郎将，怀柔夷民。有威惠，今义贵人多忌，保获，因太师奴婢，太皆挂之于壁，不发其锋。即征魏尚书，悉以还之。嘉平初，代郭淮为雍州刺史，加奋威将军，属大将，军将为律众依渠山筑2城，使衙门将巨安、李兴等守之。巨羌、胡直任等寇逼诸郡，征西将军郭淮与太谋所以御之。太曰 ：T.G. 437。渠城虽固，去孰嫌远？刚需运粮，羌一换为劳役，必未肯复。今为而取之，可不血刃而拔其城。虽其有救，山道阻险，非行兵之地也。怀从太纪，使太律讨属护军徐直、南安太守邓艾等进兵围之，断其运道及城外流水。安等挑战，不许，将士困窘，分粮拒学以积日月。韦果来救，出自牛头山，与太相对。太曰：兵法贵在不战而屈人，今绝牛头，唯吾反道，则我之秦也。是诸军各兼垒物与战，遣使白淮，欲自南渡白水，群水而东，使淮去牛头，截其海路，可并取为，不为安等而已。淮善其策，尽律诸军均逃水，为惧，遁走。安等孤陷，遂皆降。淮轰，太代魏征西将军，驾节都督雍凉诸军事。后年，雍州刺史王经百太，云将为夏侯霸欲3道向岐山食营金城，求进兵未斥，使凉州军至包罕，讨蜀护军向岐山。太量贼，事中不能3道，且兵势恶分，凉州未宜越境。报京审其定，问之所去向，须东西是何乃进。时韦等将数万人至包罕，去敌道，太就今进屯敌道，须军道，乃归去之。太进军陈仓，会今所统诸军于故关与贼战不利，今折渡逃。太以今不兼拒敌，道必有他变，并遣5营在前。太串诸军继之，今以与为战，大败，1万余人还保敌道城，余皆奔散，围城胜为敌道。太军上归，分兵守要，陈夜进前。邓艾、胡奋、王密议道，及与艾、密等分为3军，进到陇西。艾等以为王经精卒破虐于西，贼众大胜，乘胜之兵既不可当，而将军以乌合之卒。既败军之后，将士失气，陇右倾荡。古人有言：蝮蛇是首，壮士解其腕。孙子曰：兵有所不及，地有所不宁，盖小有所失而大有所全故也。今陇右之害，过于蝮蛇，敌道之地，非徒步守之谓，将为之兵，
是所辟之风，不如割险自保。惯性待毙，然后不进就，此计之得者也。太曰将为提轻兵深入，正欲与我争锋源也。求一战之。TG 438。立王今当高壁深垒，挫其锐气，今乃与战，使贼得计，走破。王今锋之敌道，若为以战克之威，进兵东向，据力阳击鼓之。10放兵收将，招纳羌胡，东征关陇，传习四郡，此我之所恶也。而为以成胜之兵，挫郡城之下，锐气之足，驱力致命，攻守势殊，克主不同。兵书云：修鲁3月乃成，据因3月，而后已。诚非清军远人，既知鬼谋苍虑所办，现军远桥梁，古不济，是我速进破贼之时也。所谓急雷不及掩耳，自然之事也。桃水待其表，围等在其内。京城高句势，临其向领，不战必走，后不可纵，围不可久。君等何言如此？逐进军渡高城岭，前行，夜至敌道东南高山上，拨举烽火，鸣鼓角。敌到城，中将士见救者至，皆奋勇。唯使卫官救兵当虚众即乃发，而卒。闻已至，未有其变速谋，上下震惧，自军之发陇西也。以山道深险，贼必设伏。太鬼从南道，为果3日失伏。定军前行卒出，其南为乃元山图至，太与交战，为退还。凉州军从京城南至，握干板，太与今共密齐，当共将其海路。唯等闻之，遂遁。城中将士得出，今太曰：良不至群，相不应击，举城屠猎，复丧1周矣。太未落将士，前后遣还，更插军守，并野城垒，还屯上归。初，太闻今见为以州军将士所皆一心，家得保城，非为所能足轻。表上进军臣夜宿到还，众议已经奔北，城不足自，故唯若断凉州之道，兼4郡民夷。据关陇之险，敢能没金，军而屠陇右，宜须大兵4级，乃至攻讨。霸将军司马文王曰：昔诸葛亮常有此志，足亦不能。事大谋远，非为所任也。且诚非仓卒所拔，而粮少未及，征西速救，得上策矣。太美，以一方有事，则以虚声扰动天下，故西简白上士，一书不过600里。司马文王与荀记曰：玄伯神勇能断，何方伯之众？就将县城，而不求一兵，又西简上士，必能办贼故也。都督大 TG 439。将不当尔邪？后征太尉尚书右仆射，典选举，加备中光禄大夫，吴大将。孙峻出淮4，以太尉镇军将军，驾节都督淮北诸军事。赵徐州监军己下授太节度。峻退，军还，转为左仆射。诸葛贤作乱寿春，司马文王律六军军丘头，太总署行台。司马景王、文王皆与太亲友，即配。国武该议与太善。文王问该曰：玄伯何如其父司空也？该曰：通雅博畅，以天下生教为己任者，不如也。明统练简制，地公立事，过之。太前后以功增邑2600户，自子弟1人亭侯。
二人关内侯。景元元年薨，追赠司空。谥曰穆侯。子荀嗣，荀薨，无嗣。弟温少封，咸熙中开建武等。以太者勋前朝，改封温为圣子。臣矫字季弼，广陵东阳人也。避乱江东及东城。辞孙策，袁术之命，海本郡。太守陈登请魏公曹，使矫一许。谓曰：许下论议，待无不足。足下相位观察，还以见毁。矫还曰：闻远近之论，颇为民府交耳自矜。登曰：夫贵门幽穆，有德有行，无尽陈元方兄弟，冤亲欲结，有理有法，无尽华子。余清修极恶，有事有义，无尽赵元达。博闻强记，其意着落，无尽孔文举。雄姿杰出，有王霸之略，无尽刘玄德。所敬如此，何交之有？余子所，必焉足禄哉？登雅亦如此，而身竟有。矫郡为孙权所为于匡齐，登令矫求救于太祖。矫说太祖曰：彼郡虽小，行变之国也。若蒙救援，实为外藩，则无人错谋。徐方永安，武生远镇，仁爱滂流，未从之国，望风景富，崇德，养威，此王业也。太祖其矫，欲留之。矫辞曰：本国道玄，本奔走告急，纵无身虚之效，敢望红颜之意乎？太祖乃减负，就吴军既退，登多设奸伏，勒兵追奔，大破之。太祖辟矫位。PG 440，司空院属，除乡令，征南长史，彭城、乐陵太守，魏郡西部都尉，曲州民复病，以牛岛，献节正气事。矫曰：此孝子也。表赦之，迁魏郡太守，时系求签数。至有历年，矫以为周有3典之制，汉约3章之法，今戒轻重之礼，而呼9系之患，可谓谬矣。昔自揽罪状，一时论决。大军东征，入魏丞相长史，军还，复为魏郡，转西曹属，从征汉中，还魏尚书，行前未到。夜，太祖崩洛阳，郡臣居长，以为太子即位，刚须诏命。矫曰：王薨于外，天下惶惧，太子宜割哀即位，以系远近之望。且又爱子在侧，彼此生变，则社稷为矣。即具官备礼。1日，皆办。明旦，以王后令，册太子即位，大赦荡然。文帝曰：臣既必临大节，明略过人，幸一时之俊杰也。立即见作，转至吏部，封高陵亭侯，迁尚书令。明帝即位，进爵东乡侯，邑600户，车驾常劳至尚书门。矫跪问帝曰：陛下欲何之？帝曰：欲按行文书耳。矫曰：此自臣职，非陛下所宜领也。若臣不称其职，则请就处退。陛下宜还，帝惭，回车而返。其量职如此。加侍中光禄大夫，迁司徒。景初元年薨，谥曰真侯。于本寺，立魏郡守9卿，所在操纲领，举大体，能使群，下自敬，有统御之才，不轻小事，不读法律，而得廷尉之称优。于司马郡等，精练文理，迁镇北将军，驾节都督河北诸军事。弘子粲嗣，本地迁，咸熙中尉车骑将军。初，剿魏郡攻曹，时过泰山。泰山太守东郡薛悌一之。节，魏亲友，
系谓矫曰：以郡吏而交2000石。邻国君屈从陪臣游，无亦可乎？替后为魏郡及尚书令，皆承代矫云。徐宣字宝坚，广陵海西人也。避乱江东，又辞孙策之命，海本郡，与陈矫并魏纲纪，二人齐名而丝毫不协。然俱见弃于太守陈登，与登并兴于太祖。海西、怀浦2县民作乱，都魏魏。TG 441。拟令梁袭夜奔宣家，密送免之。太祖遣督军护职来讨贼，以兵少不进，宣前见责之，是以行事，直乃尽破贼。太祖辟魏司，空院属，除东民，发干令，迁齐郡在守，入魏门下都，从道寿、春、会马超作乱，大军西征。太祖见官属曰：今当远征，而此方未定，以为后忧。宣得轻功大德以镇统之，乃以宣宣魏左护军，刘统诸军，还魏丞相东曹院，出为魏郡太守。太祖崩，洛阳，群臣入殿中发哀，或言可议诸城守，用乔沛人。宣立，声曰：今者远近一统，人怀孝节，何必乔沛而举素魏者？辛文帝闻曰：所谓社稷之臣也。帝既见作，为御史中，丞赐爵关内侯，徙城门校尉，巡阅迁司隶校尉，转散骑常侍，从至广陵。六军乘舟，风浪暴起，帝船回岛。宣病在后，凌波面前，群僚莫先至者，帝壮之，迁尚书。明帝即位，封金阳亭侯，邑200户。中领军还范见宣曰：臣闻帝王用人，度世受财，争夺之时，以策略为先，分定之后，以忠义为首，故尽闻行就犯之计而赏庸计之言。高祖用臣，平之治而托后于周勃也。窃见尚书徐宣，体忠厚之行，秉直量之性，清雅特立，不拘世俗，确然难动，有社稷之节，立魏州郡所在称职，今仆射缺，宣行长后事，复兴任重，莫宜宣者。帝遂以宣为左仆射，后加代中光禄大夫，车驾幸许昌。总统刘氏，帝还。主者奏成文书，诏曰：吾省与仆射何异？晋不是，上方令作违建考进。宣尚书陈威行大过，又见作宫殿穷，尽名利，帝皆手诏加纳。宣曰：70有献车之礼，今已60，可以去矣。乃故辞及训位。帝终不许。青龙4年薨，仪令不依书经，便以10服。诏曰：宣体履至时，直内方外，立在3朝，公亮正色，有托孤祭命之节，可谓柱石臣也。常欲以台府，未及登台府，未及登之，袭乎大命不勇。其追赠车骑、将军，葬如宫里，谥曰真侯，子卿嗣。TG 442。魏征与公正，陈留乡一人也。父资有大节，不应3公之。太祖之初至陈留，资曰：平天下者，必此人也。太祖必异之，数议资议大事，从讨董卓，战于荥阳而卒。太祖美赦，郡境，折遣使辞焉。夏侯惇为陈留太守，举真计交，命复出宴。真以为末世之俗，非礼之政。惇怒，执真，继而射之。后魏汉黄门侍郎东郡朱越谋反，引真
太祖令曰：孤与亲君同共举事，家亲令问，使闻悦言，故自不信。即得询令军书，具量忠诚，会奉诏命，聘贵人于魏，因表刘真参丞相军事，追陆真父，就勋，赐爵关内侯，转为护曹院。文帝即王位，未散其常侍，即建作，封安国亭侯，时郡臣并宋未得，多益损前朝。真独明，禅授之意，称扬汉美。帝数目真曰：天下之真，刚与山阳共之。迁尚书，转侍中、吏部尚书。帝姓广陵，行中领军，从征东大大将军曾修表的降贼词。孙权已在如虚口。真曰：权是长江，未敢抗衡，此必魏不为此耳。考何将者，国守江诈，所作也。明帝即位，晋封康乡侯，后转为右仆射，典选举如前。嘉世中，中护军蒋济遗真书曰：汉祖欲王鲁卫上将，周武拔余，复为太师，不依私养，可登王宫，何必守文？是而后用。真答曰：古人宜智慧而任度量，须考绩而加处置。今子同目也。于成、康欲断舌于文、景，好不经之举，开拔其之经，将使天下驰骋而起矣。诸葛亮寇天水，真奏以遣骑兵入散关，绝其粮道，乃以征魏征蜀将军，驾节都诸军事，告长安。亮退还复职，加光禄大夫。是时，地方龙异于殿舍，真数妾身，及殿中兼善收兰台令史。真奏按之，诏曰：殿舍不成，无所留心，轻推之何？真上书曰：古之清官之法，非恶其情事也。诚以所议者小，所堕者大也。臣每察校事，类皆如此。PG 443，据群思将岁月直，以至凌迟矣。亮又出斜谷，征乃上诸然等军已过京城。真曰：然，吾知骁将，陛下从权，且谓是以坠征南耳。权果昭然入居巢，进攻合肥，帝欲自东征。真曰：权外事应量，内实观望，且合肥城固，不足畏虑，车驾可无轻征，以省陆军之费。帝道巡阳而权进退。幽州刺史吴秋简上书曰：陛下即位以来，未有可书，吾属事险，是可足平。辽可以此方无用之事克定辽东。真曰：简所陈皆战国细数，非王者之事也。吾平遂称兵，寇乱边境，而由暗甲养士，为果寻至逃者，诚以百姓疲劳故也。且渊生长海表，襄城三市，外府戎夷，内丘战设，而简欲以偏军长驱，招致弃倦，知其望矣。简行，军遂不利。真迁为司空，徙司徒，正史中，进爵长元侯，1000户，封义子列侯。初，太祖久不立太子，而方其贵临淄侯。丁仪等谓之与计，劝真自节。真以大义拒之。及文帝即位，东海王陵有宠。帝问真平原侯何如？真称的美丽中不言。曹爽辅政，是下侯玄宣旨，欲引真入守尚书，皆不许，故起训。谓诏曰：袭干木柴，必压强秦留侯以审，不忘处事，把严加谋，望不令焉。自宅一区，未特进，至如三司。弘追
赠太尉氏曰晋侯。子烈嗣，咸熙中魏光禄勋，卢玉字子嘉，涿郡涿人也。父直，有名于世。玉10岁而孤。豫本周乱，二兄死难。当袁绍公孙瓒交兵，忧既饥荒，养寡嫂孤兄子，以学行见称。文帝为武关将，赵御蜀门下贼曹，崔琰弃举为冀州主簿，时天下草创，多不逃，故重视王法。罪及妻子，王氏700等。使士夫家数日，未与夫相见，大礼奏泣。是玉伯之曰：夫女子之情，以接见而恩生，承父而义重，故诗云未见君子，我心伤悲，必既见止，我心则疑。T.G. 444。又李为妙见之父而死，归葬女士之党，以未成父也。今百等生有未见之悲，死有非父之痛，而立意欲嗣之大辟，则若同劳合景之后，罪何所加？且既曰父从亲，言父人之罪，以亲者未彼也。又书云：与其杀不孤，明师不精，恐过重也。苟以百等皆受礼聘，以入门庭，行之未可，杀之未重。太祖曰：欲直之事也。又引经典有异，使孤叹息。由是为丞相法曹议令史，转西曹仪令吏，魏国祭见，魏吏部郎。文帝见作，喜黄门侍郎，出魏季阴、襄、梁、乔2郡太守，必以乔救襄，故大喜民充之，以为屯田，而乔土地土摇集，百姓穷困，欲悯之，上表喜民于梁国救。沃衍，失地意，虽听谕所表，必犹恨之，遂左迁狱，使将喜民，为徽阳典农校尉，欲兴再立民。公自临事，则居美田，百姓赖之。迁安平、广平太守，所在有绘画。清隆2年，入魏侍中，先是散骑常侍刘绍受诏定律，魏就欲上论古今科律之意，以为法宜一正，不宜有两端。史间立得容情，即是中高堂龙树以公事事切谏。帝不悦，欲进曰：臣闻君明则臣直，古之圣王恐不闻其过，故有敢谏之鼓。晋臣进归，此乃臣等所以不及龙。龙诸生，名谓狂直，陛下宜容之。在职3年，多所伯征。诏曰：官人治财，圣地所难，必须量佐，尽可替否。是中欲秉性真固，心平体正，可谓明士。有功，不屑于魏者也。其以欲为吏部尚书，时欲自选代，曰：俄如亲者乃可。欲举常侍郑冲，帝曰：文何？吾自知之。更举无所谓文者，乃举阮武、孙雍。帝于是用雍。前此诸葛诞、邓阳等持名誉，有4疮8达之窍。帝及之，时举中书郎。诏曰：得其人与否，在卢生耳。选举莫取有名，名如画地作饼，不可惮也。欲对曰：名不足以治一人，而 T.G. 445可以的常侍，常侍为教牧善，然后有名，非所当及也。于臣计不足以事一人，又主者正以寻民按常位职，但当有以验其后，故古者夫奏以言，民事以公。今考绩之法废，而以毁誉相进退，故真伪混杂，虚实相蒙。帝纳其言，即照作考课法，会司徒缺，欲举处事管宁。帝不能用，更问其次，欲对曰：敦笃治行，
则太中大夫韩继；量直清方，则司隶校尉崔林；真固纯粹，则太常长陵。帝乃用计，欲于人及选举，先举信行，而后言才。黄门李丰常以问喻。喻曰：才所以为善也，故大才成大善，小才成小善。今称之有才而不能为善，是才不忠弃也。封等服其言。齐王即位，赐爵关内侯，时曹爽秉权，将述其党，喜御仆射，以侍中何晏待遇，亲之。出御卫廷尉，司隶毕轨右往奏免。官众论多颂之，乃以御魏光禄勋爽等荐收，派赴司马宣王，使欲行司隶校尉，至其狱，复为吏部尚书，加奉车都尉，封高乐亭侯，转为仆射，故典选举，加光禄大夫，高贵乡公即位，晋封大梁乡侯，封义子高亭侯。吴秋俭作乱，罢将军司马景王，出征，欲纲纪后事，加侍中，正元3年，疾病，逊位，迁尉司空，故推骠骑将军王昶、光禄大夫王观、司隶校尉王祥。诏使者即受应受，进爵封荣成侯，邑2300户。甘露3年薨，谥曰成侯。孙凡嗣、玉子卿挺，咸西中卿尉尚书，挺泰山太守。评曰：环皆是赌成败，才州当世，陈群动仗民意，有清流、雅望、太弘既简制，云课堂构矣。为世事统台阁，众内卿外，故8座尚书，及古6卿之任也。陈、徐、魏、卢久居司位，矫宣纲断骨梗，真欲归谏清理，咸不舔爵直云。TG 446。三国志卷23魏书23。何长阳度赵裴传。何洽字阳土，汝南西平人也。举孝廉，罢将军辟，皆不就。袁绍在冀州，遣使迎汝南士大夫，洽独以冀州土平民强，因解所立，四战之地，本出成资，虽能强大，然雄豪方起，权位可避也。荆州刘表无他远志，爱人乐事，土地险阻，山夷民弱，必一夷也。遂与亲旧郡南从表，表以上客待之。洽曰：所以不从本出，替征地也。昏世之主，不可触近，久而电为，必有禅特兼其中者。遂南渡武陵，太祖定荆州，替为丞相院属。时毛玠、崔琰并以中卿干事，其选用先上简洁。洽言曰：天下大器，在位与人，不可以一节俭也。简素过中，自以处身则可，以此节格物，所失或多。今朝廷之宜，立有着新衣乘好车者，谓之不亲，常力过淫，形容不适，衣裘必坏者，谓之廉洁。致令士大夫故侮辱其衣，藏其于服。朝府大吏，或自窃胡参以入官司，夫立教官俗，谓楚中庸，未可计也。今重一概难堪之行以简殊途，免而谓之，必有疲瘁。古之大教，务在通人情而已。凡积轨之行，则容隐，未矣。魏国既见魏世忠，后有白毛玠谤毁太祖，太祖见近臣，怒甚。洽臣借速行有本，求按实其事，罢朝。太祖令曰：今言事者白玠不但谤吾也，乃夫为崔琰绝望，此损君臣恩义。望为死有怨叹，待不可忍也。
袭萧曹与高祖并起为鉴，至公历寻，高祖美在曲泽，二相恭顺，臣道一章，所以作及后世也。TG 447，何事中彼求实之，所以不听，欲众参之耳。恰对曰：如言。是者言，戒罪过深重，非天地所负载。臣非敢取礼戒以往大伦也，以戒出群力之中，特见拔擢，显在守职，历年何宠，刚直忠公，为众所惮，不宜有此。然人情难保，要以考核，两验其实。今圣恩垂函垢之人，不忍置之于礼，更使曲直之分不明。一字进使，太祖曰：所以不考，欲两权借及言事者耳。恰对曰：借信有谤主之言，当嗣之事朝。若借无此，言事者家屋大臣以误主听。二者不加检核，臣妾不安。太祖曰：方有军事，安可受人言？便考之邪？胡射孤赐杨楚父于朝，此谓君之戒也。太祖克张鲁，恰臣便宜以时拔军喜民，可省治守之费。太祖未纳，其后尽喜民弃汉中，初为郎中令。文帝见作，魏光禄寻，封安城亭侯。明帝即位，晋封西陵乡侯，邑200户。太和中，散骑常侍高唐龙奏时风不至，而有修废之气，必有司，不勤直事以失天长也。诏书谦虚引咎，国资一同，恰以为民稀耕少，服食者多，国以民为本，民以谷为命，故废一时之农，则失欲命之本。是以先王务捐繁费，以专耕农。自春夏以来，民穷于役，农业有废，百姓萧然，时风不至，未必不有此也。萧赋之术，莫大于节俭。太祖建立弘业，奉师徒之费，公君赏之用，立世风于资时，仓廪掩于谷帛，犹不是无用之功，绝浮华之费，方经之要，故在习整劳烦之意，损除他余之物，以为军容之除。三边守御，一再备御，料贼虎食，蓄势养众，算妙胜之策，明攻取之谋，详寻众数以求决中。若谋不速定，轻弱小敌，军人数举，举而无庸。所谓乐舞无阵，古人之戒也。转位太长，清平守约，置麦田宅以自己。明帝闻之，加赐古伯弘，谥曰简侯。子秦嗣，秦帝氏，才爽开济，冠至廷尉。TG 448，吏部尚书，恰同郡许混者，许庶子也。清纯有见识，明帝时位尚书，长陵字伯怀，河内温人也。年7岁，有父党造门，问陵：伯先在否？汝何不拜？陵曰：虽当下客。陵子自负，何拜之有？于是咸共加之。太守王匡起兵讨董卓，遣诸生于蜀县，为4吏民罪妇，便收之。好则遣古赎罪，积迟则一灭宗族。以崇威严，临赎复倭客，为诸生所白。匡怒收治，举宗皇部，不知所责多少，据系者不救。临往见匡同县胡母标曰：王府君以文武高才，临无比郡。比郡表里山河，图广明英，又多贤能，为所则用。今主上右冲，贼臣虎踞，华夏振立，雄才奋用之秋也。若欲诛天下之贼，
夫王室之为，智者望风，应之若响。克乱在何？何争不节？苟无恩德，任失其人。父王将至，何遐匡议朝廷？重立功名乎？君其葬之。应说叔父建居之意。标籍：叔则匡，匡元陵叔父。陵乃必地上党。耕种山阿，当是汉皇。陵独丰收，近乎毕陵。生斗分之。依故河间太守陈延弼。陈冯二姓，旧族冠冕。张扬立其妇女，贪其资货，凌虑其宗族，为之策谋。建为60余日，族全保毕。并州刺史高于表为其都尉。临辞不受。后刺史梁袭见州介，名士临及杨俊、王陵、王相、荀伟。太祖皆以为县长。临载南和制化有成，超迁博陵太守、幽州刺史。所在有基。文帝位，武关江，临魏公曹。太祖西征，田营、苏伯反。幽蓟山洞，文帝欲亲自讨之。临曰：袭舔博陵。又在幽州，贼之行事，可料度也。北方利民，乐安厌乱，服化已久，守善者多。营国犬羊相聚，智小谋大，不能为害。方今大军在远，外有强敌，将军为天下之政也。轻动远举，虽克不武，文帝从之。遣将往伐，应时克灭。初为平原太守，魏郡东部都尉，入魏丞相东。曹属，魏国祭见，拜尚书。文帝见作，迁少府，封乐阳亭侯。T.G. 449，转大司农。明帝即位，晋封高阳乡侯，喜光禄勋太常。晋宣王，以临乡议其德，每位之拜，或谓临曰：司马公贵重。君以止之。临曰：司马公自欲敦长幼之序，为后生之法，贵非吾之所谓，拜非吾之所至也。言者促疾而退。时论以临节操轻。郡欲治之公府，而临遂称疾笃。拜光禄大夫，年83。弘追赠骠骑将军，葬如公里。谥曰真侯。子14，为泰山太守，作法诸。时帝晋少封。杨俊字季才，河内霍家人也。受学臣刘边让，让弃一之。郡以兵乱方起，而河内处四达之渠，必为战场，乃扶持持老弱义。今密山间，同行者100余家。郡镇既贫乏，通共有无，宗族之，故为人所掠作奴仆者凡6家。郡皆轻财赎之。司马宣王年16、7，与郡相遇。郡曰：此非常之入之也。又司马郎早有生，名其族凶之，众谓知之。为郡言曰：之虽素望不及朗。10，李旦有忧耳。郡转避地并州，本郡王相，少孤特，为人仆隶，年17、8，见使牧羊而思读书，因被垂处。郡加其才职，及熟，相者家，聘取吏屋。然后与别。太祖除郡取粮偿，入魏丞相院属，举茂才、安陵令、迁南、阳太守，宣德教，立学校，立名称之。喜魏征南军师，魏国际，建，迁中尉。太祖征汉中，魏奉反于来邺，郡自何义行在所，郡以身方罪免，兼辞太子。太子不悦曰：杨中尉便去，何太高远邪？遂被书左迁平原太守。文帝见作，复在南阳。时王相谓散骑常侍，
建郡曰：福建南阳太守杨俊，秉纯粹之茂直。会训不倦，外宽内直，人而有断，自出坛冠，所立垂化，在手难。杨恩德留着，疏林一党，抢复而至，精进守清净，无所展其智慧，遗海本朝，宣历年古，西帝之载，郡字少极长，以人伦自任。同郡审故陈留魏寻本皆出自 T.G. 450兵武郡资拔奖制，闲作家事，后故立魏郡守，寻御史县令，其民见行义，多此类也。初，临淄侯与郡善，太祖谥嗣未定，密访群思，郡虽并论文帝临淄才分所长，不是有所惧当。然称临淄有美，文帝常以恨之。黄初3年，车驾至晚，以事不封，乐发怒收郡。尚书仆射司马宣王常侍王相寻为请郡，叩头流血，帝不许。郡曰：吾之罪矣。遂自杀。众冤痛之。杜袭字子胥，颍川定陵人也。曾祖父安，祖父根，著名前。是袭避乱荆州，刘表代以兵礼。同郡樊亲数见其于表，袭欲之曰：吾所以与子俱来者，喜遇龙盘忧叟，待时凤翔。岂谓刘穆当为拨乱之主而归长者委身哉？子若见能不已，非吾徒也。吾其与子决矣。亲慨然曰：请尽受命。袭遂乃事。长沙建安初，太祖迎天子都许，袭逃还乡里。太祖以为西恶长，献兵南进，寇贼纵横，时常力皆列民保城郭，不得农业，野荒民困，苍宇空虚。袭自之思结于民，来且老弱各分散就田业，留丁强备守，利民欢悦。会荆州出步骑10000人来攻城，袭乃西诏，县吏民任据守者50余人，与之要事，其亲戚在外欲自营，皆叩头愿致死。于是申职史实，律与戮力，吏民感恩，咸未用命，凌晨斩数百级，而袭众死者30余人，其余18人尽被创。贼得入城，袭率商夷吏民决为得出，死丧略尽，而无反背者，遂收散民，徙至磨皮营。吏民慕而从之辱归。司隶中邀表拜一郎参军事，苟欲诱见袭，太祖以为丞相军。祭酒，魏国祭见，魏世忠与王粲合洽并用。粲强士博闻，故太祖由官出入，多得参乘，至其见竟不及洽袭。袭常办，粲性躁进，起坐曰：不知公对度袭道何等也？恰笑答曰：天下事其有尽邪？轻骤事可以，必异于此，欲兼之乎？后袭领丞相长史，随太祖到汉中讨张鲁。太祖还 T.G. 451拜袭驸马都尉，留都汉中军事。虽怀开导，百姓自乐出喜乐，业者8万余口。夏侯渊为刘备所没，军丧元帅，将士失色。袭与张合、郭淮纠涉诸军事，权益以和魏都，以移众心。3军遂定。太祖东还，当选刘府长史镇守长安，逐者所选多不当。太祖令曰：是其计而不成，焉惶而更所。遂以袭为刘府长，立驻关中。
时将军许攸永不取，不负太祖而有慢言。太祖大怒，先欲伐之，群臣多见，可招怀忧，共讨强敌。太祖横刀于西，作色不听，袭入御见。太祖逆谓之曰：吾计已定，卿勿复言。袭曰：若殿下既是邪，臣方助殿下成之；若殿下既非邪，虽诚以改之。殿下逆臣，令勿言之，何待下之不产乎？太祖曰：许攸慢吾，如何可治乎？袭曰：殿下谓许攸何如人？邪？太祖曰：凡人也。袭曰：夫为贤之贤，为圣之圣，凡人安能知非凡人邪？方今豺狼当路，而狐狸是先。人将谓殿下必强攻弱，进不畏勇，退不畏忍。臣闻千钩之弩不畏息，属发机，万弹之中不以停撞起因。今区区之许攸，何足以劳神？吾哉！太祖曰：善。遂后抚攸，攸即归服。时夏侯尚逆于太子，请好致密，袭位上非益友，不足书代，以闻太祖。闻必出甚不悦，后乃追思，语在上传，其柔而不犯，皆此类也。文帝即王位，赐爵关内侯，即建作，为都军粮御史，封武平亭侯，更为都军粮执法，入卫尚书。文帝即位，晋封平阳乡侯。诸葛亮出秦川，霸将军曹真督军巨量，喜袭为大将军军师，分100户赐兄击爵关内侯。征薨，司马宣王代之，袭复为军师，增邑300，并前550户，以及征还，拜太中大夫。弘追饶府，是曰应侯，子惠嗣，赵衍字伯然，颍川阳翟人也。毕乱荆州，与杜袭、樊钦通才同济，合为一家。太祖使迎献帝都。TG 452。许衍谓卿曰：曹振东应其命事，必能匡济华夏，吾之归矣。建安2年，年27，遂扶持老弱议太祖。太祖以衍为朗陵，常献多豪华，无所畏忌。衍取其尤甚者，收服暗宴，皆得死罪。衍既求之，乃表府解放。自是微思病者。时袁绍举兵南侵，遣使招右豫州诸郡，诸郡多受其命，唯阳安郡不动，而都未礼。通即录户条，衍见通曰：方今天下未及，诸郡并叛，怀富者下收其绵卷，小人乐乱，能无遗恨，且远近多余，不可不降也。通曰：绍与大将军相持甚急，左右郡县背叛乃尔。若绵卷，不调送，惯听者必为我不忘，有所须待也。衍曰：诚亦如。军律然当权其轻重，小缓调，方为军事此患。乃书与荀彧曰：今阳安郡当送绵卷，暴露奸阻，必致寇害，百姓困穷，邻城并叛，必用轻当，乃一方安危之机也。且此郡人执守忠节，在险不二，为善必赏，则为义者劝，善为国者葬之于民矣。魏嘎夷垂魏府，所列绵卷，皆必还之。欲报曰：折白曹。公闻下郡绵卷悉以还民，上下欢喜，郡内遂安。人谓司空院属主簿。时于禁屯引阴，乐进屯阳翟，张辽屯长社，诸将任气，多共不协。时衍并参3军，每事训谕，遂相
清穆，太祖征荆州，遗言领张陵太守，喜都督护军，护于禁。张辽、张合、朱灵、李典、陆昭、冯凯七军，复为丞相主簿，迁扶风太守。太祖喜出顾韩遂、马超等兵5000余人，使平南疆，军因蜀等都领，以掩卫关中护军。晋统墨军，羌虏数来寇害，严律蜀等追到新平，大破之。屯田克吕并自称将军，据党据臣，仓、眼下律蜀等攻之，贼即破灭。时被书差1200兵往驻汉中守，蜀都送之，行者卒与世家，别，皆有忧色。蜀发后1日，严律其有变，乃自追至斜谷口，人人危烙，又申戒蜀，还诉雍州刺史张继舍。蜀军复前40里，兵果叛乱，未知蜀吉凶，而掩自随部骑150人，皆与叛者同。TG 453，不取，或婚姻，得此问，各经，被甲持兵，不复自安。言欲还，既等以为今本营党以扰乱，一身付之无益，可须定问。言曰：虽以本营与叛者同谋，要当闻行者辩，乃发之。又有欲，善不能自定，宜即犹豫，促服守之，且谓之元帅，既不能安吉，身受祸难，命也。遂去，行30里止，放马袭，近乎所从人，欲以成败，未立恳切，皆慷慨曰：死生当随护军，不敢有二。前到诸营，各照料检诸间结叛者800余人，散在原野，围取，其造谋魁律治之，余亦不问。郡县所收送，皆放遣，乃即相律，还将严密白以遣江邑大营，请救兵镇守关中。太祖遣将军留驻江2000人，刚须到乃发遣，而示录，诸营大骇，不可安御。言谓诸将曰：救兵既少，东兵未到，是以诸营图未协。谋若或成变，为难不测，因其狐疑，当令早决。遂宣言当插留新兵之温厚者1000人镇守关中，其余西且东，便见主者内。诸营兵民急，按垒众，力差别之，留者亦定，与眼同心。其当去者亦不敢动。言1日竟遣上道，因时所留干人，分部罗络之。东兵群至，乃复协御，并喜1000人，令相集共东，凡所权至2万余口。关羽为征南将军曹仁于樊，言以一郎参人军事难行。迁平后将军徐晃拒前，既到，与为人遂坚。余救兵未到，晃所督部卒解围，而诸将呵责晃促救。言谓诸将曰：今贼为速故，水辽尤胜，我徒卒单少，而人隔绝不得同力，此举是所以避内外。二当今不若前军逼围，遣牒通人，使之外救，以利将士。冀北军不过10日，上卒坚守，然后表里俱发，破贼必矣。如有缓，救之路，余谓诸军当之。诸将皆喜，便作地道，见飞书与人，消息数通，北军易至，并是大战。与军既退，舟船犹据沔水、襄阳隔绝不通，而孙权袭取与辎重，与闻之，即走南海。人会诸将议，咸曰：今因与为惧，必可追秦也。演曰 TG 454，权邀与联兵之难，欲掩至其后，故与还救，恐我乘其两疲。
故顺辞求孝。诚信因变，以官立顿耳。今余以孤尽，更宜存之，以为权害。若深入追北，权则改于彼，将生患于我矣。王毕，以此为深虑。人乃简言。太祖闻于走，恐诸将追之，果即斥。人如言所测，文帝即王位，魏世忠亲之，拜驸马都尉，领河东太守，典农中郎将。黄初3年，赐爵关内侯。孙权寇边，征东大大将军。曹休同武州军遇之，征兖卫军师，权众退，军还，封一世亭侯，转魏度之中郎将，迁尚书，从征吴，到广陵。复留魏征东军师。明帝即位，晋封都乡侯，邑600户，兼荆州诸军事，驾节、会、稽、步行，复为尚书，出兼豫州诸军事，转大司马军师，人谓大司农。齐王即位，以眼兼雍、凉诸军事，驾节，转征蜀将军，又迁征西将军、都督雍、凉。正始4年，老疾求骸，征魏骠骑将军，迁司空弘，谥曰穆侯。子廷嗣。初，言与同郡新皮，陈群杜袭病之名，号曰新。陈杜赵云，裴虔字文行，河东闻喜人也。避乱荆州，刘表代以兵礼。前司为所亲王粲司马之曰：刘穆非霸王之才，乃欲西伯自处，其败无日矣。遂南市长沙。太祖定荆州，以前参丞相军事，出吏3县令，入魏仓曹属。太祖问前曰：卿前与刘备俱在荆州，卿以备才略，何如？前曰：始居中国，能乱人而不能为治也。若成坚守，险，足以为一方主。时代郡大乱，以前为代郡太守，乌丸王及其大人，凡3人，各自称单于，专治郡事。前太守莫能治政，太祖欲授前精兵以镇讨之。前辞曰：代郡户口殷重，是马控闲，动有万数，单于自知放横日久，内不自安。今多将兵往，必聚而俱进。少将则不见弹，以计谋，图之，不可以兵威迫也。遂单车之郡，单于惊喜，前抚之矣。TG 455。晋，单于以下脱帽击嗓，悉还前后所掠妇女、器械、财物。前安诸郡中大吏与单于为表里者郝温、郭端等10余人。北边大震，百姓归心。再代3年，还为丞相李曹院。太祖褒称至代之功。前曰：前于百姓虽宽，于诸胡魏郡，今记者必以前为礼过言，而是加宽惠，比速交乎？过宽必迟，既迟又将赦之以法。此宋征所，由生也，以是料之，待必复叛。于是太祖深悔还前之诉。后数10日，三单于反问至，乃遣燕陵侯张为骁骑将军征之。前出为沛国相，迁兖州刺史。太祖赐磨皮，判其君臣齐整，特加赏赐。文帝见作，人未散其常事。出为魏郡颍川典农中郎将，奏通贡举，比之郡国。由是农官进士陆泰，迁荆州刺史，赐爵关内侯。明帝即位，入魏尚书，出为河南尹，转太尉军师，大司农，封青阳亭侯。邑200户，入魏尚书令，奏正分职。料简明时，
出仕时段官服折150余条，丧父去官，拜光禄大夫，正15年薨，追赠太常，谥曰真侯，子秀嗣，一令简葬，墓中为置一座，瓦器数枚，其余亦无所设。秀咸熙中尉尚书仆射，评曰：何洽清河干里，长陵宿夜纯固，阳郡人伦行义，度习温萃士统，赵衍则亦有度，裴前平衡真干，皆一世之美事也。至灵能不系心于三思，以大夫告老，美以哉。TG 456。三国志卷24魏书24。韩崔高孙王传。韩季字公志，南阳堵阳人也。同县豪右陈茂，赠继父兄，己至大辟，季阳不以为言，拥令击资，因结死事，遂追呼寻秦。茂以手继父墓，由是显明，举孝廉，司空辟，皆不救，乃便名姓，隐居避乱鲁阳山中。山民何党，欲行寇掠，既散家财以供牛酒，请其渠帅，魏承安为山民化之，终不为害，必原数命诏，喜居山兜之山。荆州牧刘表李辟，遂遁逃，南居禅林界，所在见敬爱，而表生恨之，既惧，应命，除夷城长。太祖平荆州，替魏丞相是曹属，后迁乐陵太守，喜兼野业者，旧时也作马牌，每一熟食用马百匹，更作人牌，又费功力，既乃因长流为水牌，计其利益3倍于前，在职7年，弃用充10，制书包炭，就加司京都尉，班牙9卿，文帝建作，封宜城亭侯。黄初7年，迁太常，晋陵侯，邑200户，时兴都、洛阳，制度未备，而宗庙主杨皆在邺都，即奏请营业寺庙神主，建立洛阳庙，4时征常，亲奉资圣，遂明正礼，废去营祀，多所匡正，在官8年，以及训位。景初2年春，诏曰：太中大夫韩季，早生育的，志节高洁，年逾80，手道弥固，可谓纯笃，老而益少者也。其以继位司徒，下4月薨，一令练以时，服葬位土藏，谥曰公侯。子赵嗣，赵薨，于邦嗣，崔林字的儒，清河东武城人也，少师宛城，宗族莫之，为从兄演义之。太祖定冀州，诏除乌常，平无车马，颁布之官。TG 457。太祖征胡关，问常立得正罪者，并州刺史张志以领队。于是着为冀州主簿，袭属别驾丞相院属，为国计谏，稍迁御史中丞。文帝见作，拜尚书，初为幽州刺史，北中郎将吴直统河北军事。涿郡太守王雄为临别驾曰吴中郎将，上所轻重，国之贵臣也。仗节统事，州郡莫不奉监致敬，而崔使君出不与相闻。若以边塞不修斩轻，使君宁能护倾邪？别驾具以白绫，绫曰：刺史是去此州如脱喜，宁当相累邪？此州与胡虏接，一镇之，以静扰之，则动其逆心。特为国家生北固忧，以此为计。在冠一起，寇窃请袭，有以不是上司。左迁河间太守，轻论多位。
临遣世子来朝，朝廷加其远志，褒赏其王甚厚。余国各遣子来朝，监使联署，临恐所疑或非真的，全取。属贾胡，因通使命，立得应受，而道路护送，所损资多，劳所养之民，兹无益之事，为夷狄所效，此囊实之所患也。乃夷。书顿黄谕旨，并录前世待遇诸国封约故事，时有恒常。明帝即位，赐爵关内侯，转光禄军司隶校尉，蜀郡皆罢非法除过员，立临卫正推诚，简存大体，是以去后美折见思。散其常侍刘绍作考课论，治下百僚。林毅曰按州，观考课，其文备矣。自康王以下，遂以凌迟，此即考课之法，存乎其人也。及汉之际，其师岂在乎左立之职不密哉？方今军旅，或伪或足，备之以苛条，申之以待，增减无常，故难易矣。且万目不张举其纲，众毛不整振其领，高陶是虞，伊尹陈婴，不仁者远。武帝三王未必汝一，而各以治乱。亦曰义简，而天下之理得矣。太祖随夷设辟，以夷来京，不患不法，古也。以为今之制度，无谓疏阔，唯在守一物事而已。若朝臣能任众山府之众，世事百辟，则属感不肃。景初元年，司徒、司空并缺，散骑侍郎孟康见领，曰 ：“T.G. 458，夫宰相者，天下之所瞻效。诚宜得秉中履正本的仗义之事，足为海内所施表者。切见司隶校尉崔林，秉自然之正性，体高雅之洪亮，论其所长以比古人。终直不回，则始于之仇。轻简守，约则纪文之皮也。牧守州郡，所在而治，即为外司，万里素齐，成台府之妙器，滚直之良才也。后年遂为司空，封安阳亭侯，邑600户。三公封列侯，自临时也，亲之。又进封安阳乡侯。鲁乡上言汉旧立孔子庙，包成侯岁时奉祀，辟雍行礼，毕祭先师，王家出谷，春秋祭祀。今宗圣侯奉祀，未有命祭之礼，以给生劳，常立奉祀，尊为贵神，至三府邑，博士复职矣。春秋传言立在4典，则恐于是也。宗圣士族既绝世，张胜、德尔，至于显立言，崇明德，则以汝鲁乡所上。临亦以为宗，圣侯亦以王命祀，无谓未有命也。周武王封皇帝尧、舜之后，即立3克，禹、汤之事，不列于时，复特命他官祭也。今周公以上，达于3皇，忽焉不祀，而其礼经亦存其言。今独祀孔子者，以是禁故也。以大夫之后，特受吴江之祀，礼过古地，亦于汤、武，可谓遂明报的矣。无负重祀于非族也。明帝又分陵邑，封一子列侯。正15年薨，谥曰孝侯。子庶嗣，高柔字文惠，陈留与人也。父晋，魏蜀郡都尉。柔留乡，李魏义中曰：今者英雄并起，陈留4战之地也。曹将军虽据兖州，本有4方之图，未得安坐守也。而张辅军先得志于陈留，吾恐变成奸作也。欲与诸军避之，
众人皆以张邈与太祖善，柔又年少，不然其言。柔从兄干，袁绍生也，在河北呼柔，柔举宗从之。会尽卒于西周，时道路艰涩，兵寇纵横，而柔冒，艰险易属营丧，辛苦荼毒，无所不长。3年乃孩。太祖平原氏，以柔为馆长，县中素闻其名。监吏数人，皆自隐去。柔教曰：喜秉及临政，吏常有非，由上容之。况此诸吏，于无谓有失乎？其诏复之，贤还皆自立，贤位加吏。TG 458。高干既降，亲之以并州叛。柔自归太祖，太祖欲因事诛之，以魏的监令使处罚允当，欲无留置，替魏丞相仓曹属。太祖欲遣钟繇等讨张鲁，柔见，以为丁为遣大兵，既有韩遂、马超，魏即举，将相煽动作逆，宜先召集三府苟平，汉中可传檄而定也。由入关，遂超等果反。魏国初见，魏尚书郎转为丞相李曹苑，令曰：夫制定之化，以礼为首，拨乱之政，以行魏先，是以顺流四兄族。是主除秦法，萧何定律，愿卿士平当，明于信典，免恤之灾。鼓吹宋金等在合肥王逃，旧法，君争之王，考进其妻子。太祖化犹不习，更重其刑。今有母妻及2弟皆给官，逐者就尽杀之。柔启曰：士卒亡君，诚在可及。然窃闻其中，时有悔者，云未乃一代其妻子，亦可使贼中不幸，而可使诱其。还今正如前科，故以绝其意望，而委负重之。柔恐自今在军之事，见一人亡逃，诸将及矣，亦且相随而走，不可复得杀也。此重刑非所以止亡，乃所以易走耳。太祖曰：善。即止，不杀亲母弟。蒙活者甚众，迁为颍川太守，复还为法曹院，时至校事卢洪、赵达等，使察群下。柔见曰：设官分职，各有所思。今至校事，既非居上信下之旨，又达等数以增爱善作，微服以简治之。大祖曰：卿之达等，恐不如吾也。要能次举而变众事，使贤人君子畏之，则不能也。习熟孙通用群道，良有矣也。达等后兼立发。太祖之以谢于柔，文帝见作，以柔为治御史，赐爵关内侯，转加至书职。法时民间数有诽谤妖言，帝极之，有妖言者杀，而赏告者。柔上书曰：今妖言者必录，告之者者赏。即使过物无反善之，录又将开凶矫之群相污枉之见，诚非所以袭监省讼。既昔至，道也。袭周公作告，称殷之祖宗，贤不顾小人之怨。在汉太宗，亦除妖言诽谤之令。臣愚以为宜除妖谤赏告之法，以龙天富养。TG 460。物之人，帝不及从，而相诬告者滋甚。帝乃下诏敢以诽谤相告者，以所告者罪之。于是遂决。校事刘慈等，自黄初数年之间，举例民间罪以万数。柔皆请成虚实，
其余小小卦法者，不过伐金4年，迁魏廷尉，未出。三公无事。又西与朝政，柔上书曰：天地已40。成公元首以辅弼心志，成汤丈阿衡之左。文武平淡望之。历代至汉初，萧曹之仇并以元勋代作新吕。此皆明王圣主，任臣于上，贤相良服古公于下也。今公仆之臣，皆国之栋梁，民所惧瞻，而治之三世，不使之政，遂各演习养高，先有进纳，诚非朝廷重用大臣之意，大臣现可替否之谓也。古者行政有疑，则异于怀集之下。自今之后，朝有一议及刑狱大事，一数以资，访三公。三公朝朔望之日，又可特言入，讲论得失，国境事情，数有必起天听。弘毅大化，必加纳焉，必以肃贤。欲王法诛，致书执法报勋，而柔固执不从诏命，帝怒甚，遂召柔一台。且使者承旨至廷尉考进勋，勋死，乃遣柔还嗣。明帝即位，封柔延寿亭侯，时博士执经。柔上书曰：承文尊道重学，圣人弘训，褒文崇儒，帝者民意。袭汉末陵时，李乐崩坏，熊战虎争，以战臣为务，遂使如林之群，幽隐而不显。太祖初心，悯其如此，在于拨乱之际，并使郡县立教，学之官。高祖即使，遂产其业，兴复辟雍，周立克氏，于是天下之事，复闻详叙之教，亲祖斗之礼焉。陛下临政，允狄锐者，夫弘大游，光继先轨，虽下启之成基，周成之继业，成无以加也。然今博士皆精明行修，一国清选，而使迁除县不过常，据非所以重显儒术，率吏怠惰也。孔子称举善而教，不能则劝，故处理深宫，学士锐精，汉龙卓茂，近身近目，臣以为博士者，道之渊薮，六艺所宗，宜随学行优劣，但以不次之位，敦崇道教，以劝学者，于化未弘，帝纳之。